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观众，欢迎收看4月29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。顶礼拜五，各公立幼儿园都完成抽签作业，真侪报道进入公立的学生家长佫开始走总要来找私立就读，而究竟咱台南就读公立的供应假需如何？议员沈振东上午伫总咨询提出检讨，同时为了满足家长多元托育的需求，呼吁教育局增加公共托育家园的资源。一般公立幼儿园的师资稳定有保障，加上费用较低，每当抽签总是吸引家长排队。议员沈振东表示，今年拄抽完签，有个平均录取比例无到50%，除了要求教育局检讨供应甲需求，嘛提议针对永康、安区等人口较密集的区域来增办。在入园的人数是47210人，有进到公幼的是10814人，这个比例上来说只有多少？22.9%。所以呢，你用公幼比去比，当然有达到目标，但是你入园原生的比例去算，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我想局长，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确定进入我们幼儿园才是真正重要，而不是我们在意的那个公幼比。所以局长，我希望说这部分你可以再继续去加强，再继续努力。对此，局长表示，公立幼儿园若增加，一定会冲击到私立，所以中央开始推动私幼准公共化政策，就希望找到平衡点，可能有整体性来减轻家长负担。事实上，总体来讲，它是能够满足75%的这样的需求量。那当然，这其中来讲，就刚刚之前提到的公幼的部分，目前是只有25%。当然，相对来讲，家长会希望见到公幼所产生出来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公共化的政策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目前的政策方向就是配合中央，然后慢慢增加公幼，因为一下增加太多会对私幼产生一些压力。另外，因应家长选择伫社区当中有亲人，或者是自行照顾比例高达8成8，所以议员要求针对无同的照护需求，要求校局建设公共托育家园，营造友善便捷托育环境。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。接选议员柯志春上午总咨询关心北区的建设，包括原当地18岁要改成饭店的投资案进度，以及原美国学校用地如何规划以外，嘛针对国防部所属的96新村土地一直趴远，要求活化再利用。伫4年前，96新村经济拆除以后，到今一直下咧。议员柯志春上午要求督发局提出计划案，甲土地所关联国防部来合作，看如何活化开发。而且市长伫行政议会甲国防部沟通，主动对台南现地的土地进行管理。我们要主动出击啊，来做一个规划，不是我们来配合军方军方的需求，我们来配合行政作业啊。我们应该行政里面我们有公权力啊，杂草丛生，我们这个公部要划啊，积水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公共造成公共的这些的一些负面的问题，这个部分是国防部我们要跟他划，但我们不希望是在政府单位，我们这是政治的手段。既然你有困难，我们行政单位是来规划，我们来开辟，那这是不是大家都好吗？三赢吗？地方也好，市政府也好，国防部也好，不是大家都很好吗？您提到很对，我赶快再跟督发局一起去会勘，然后赶快在行政院会的时候，我跟国防部来提一下他们的一些在台南市的土地，尤其您刚刚特别提示到96新村的部分，它土地到底要怎么活化，产权要怎么清楚？是啊，你讲这样子，谢谢啦。会中议员心有所感，对校园霸凌的议题讲到教育的价值，呼吁教育局一定要找出问题源头。另外，为了避免毒品等违禁品进入校园，嘛建议学校适度进行册包的无定期抽查，避免上过民主颠倒和毒品探这个空棒来威胁学生。咱的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
议员杜素云每一摆总质询总是锁定选区内道路交通、甲地水来追踪市府建设进度。上午对着桂林高铁站周边，包括大台南会展中心等大型建设的连外道路开辟，要求市府持续努力。议员杜素云催生多年的台南高铁特定区当中，各项大型建设，包括沙仑绿林科学城、大台南会展中心等等，高达200多亿的开发经费，对去年已经开始启动，预计110年将陆续完工。其中嘛包括大塘到2012亿外兴建循环主体。面对大型建设进驻，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重视该区域内，包括高发三路、桂林13路等连外道路开辟，来改善整体交通。86的大潭交流道的东出口，东出口遮就是伫咱即马开高华山路接管这个路段，咱遮要搁开一个，会当落去的。配合未来整个高铁站区的发展，你甲看开200几个，所以干那要靠现有这个大潭交流道是无够，吼。所以讲，这中央的规划，这对未来地方交通发展好人就是多，交通无改善，嘛无路用，会引起凌乱。所以整个高铁站区为依照把展区开发。它是前门进前门出，后面旁边都没有道路。另外，有关港尾高铁地水甲生活圈道路的系统建设，包括桂林和顺路二期建设涵上工程等等，议员嘛一并争取，希望市府全力支持。台湾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。为纪念郑成功开台358周年，29号市府伫延平公共司举办祭典，由内政部长徐国勇担任主祭官，市长黄伟哲、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安等贵宾来担任陪祭官。整个祭典依照古例，定位相当庄严隆重。今年是延平郡王郑成功开台358周年，为了纪念伊，市府伫延平郡王祠举办中书祭典，会中邀请内政部长徐国勇担任主祭官，市长黄伟哲、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安以及日本、中国、马来西亚的贵宾代表担任陪祭官，共同纪念郑成功开台的事迹。郑成功开台的时阵是海军，所以航海，互咱台湾人有冒险患难的这个精神，为遮开始。所以开垦，就为台湾带入一个历史上真重要的一页。而且，这个开垦是为台人，所以咱讲府城就为台人开始。所以这个开垦了后，变做咱台湾文化一部分，但是毋是干那呢？搁来变做咱宗教一部分。这个文化宗教的结合，变做咱台湾观光的一部分。台南是一个文化的古都，台湾的历史的起头，对着郑成功有伊袂使互大家袂记的一页。咱这是咱的祭祀的由来，而且在此感谢大家这个会当前来这个延平尊王祠来祭典。今年市府嘛有规划相关的文化活动，由罗里社区承办的中环北线尾罗里门重现郑成功登陆活动，包含台南市各级学校大约300名学子，穿着古装，沿着当年郑成功登陆的路线来做导览解说，嘛欢迎国内外游客来到台南，看到上原汁原味的台湾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位伫桂林的沙仑历年科学城，伫中央研究院甲交通大学投入经费进行研究中心的建设以后，目前上界重要是开发周边完整的交通网络。对此，市府嘛积极争取科学城接到桂林市区以及探望关闭的连外道路等等。
在地大潭国小学生用精彩热烈的人狮来揭开活动的序幕。沙仑立林科学城是台南市未来发展重要关键的所在，目前包括中央研究院、交通大学，甚至日本企业拢投入资金进行建设。目前预估已经有超过200亿的资金投入这个区域，所以这个区域的交通状况嘛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就要开辟的这2条连外道路，将让沙仑立林科学城对外联络更加快速利便。光是这些建设呢，超过200亿，而且这个不是在讲假的，现在都已经在动工，包括我们的2条道路，现在还没动工的大概就只有大潭交流道，可见未来我们这个地区啊，它的繁荣是可及的。那因为这样，我们这2条道路，包括大潭交流道，我们更显得它的需求性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努力。把它呢如期如质来完工。一连串，不管是研究机关、中央研究院、工业研究院、工研院，或者是咱的交通大学的建设，拢一直咧完成，一直咧开始做。所以，咱中央大概投资560几亿，地方嘛相对有足侪要投资伫遮。今仔日这个要投资要有交通建设。咱的交通建设，就亲像咱头拄仔苏局长所讲的，已经陆陆续续到位，陆陆续续完备。所以今仔日是咱的大喜之日，所以咱无爱耽误大家时间。天气阁遮尔热，天公伯阁甲咱照顾讲，咱大家做热情的，我互伊较烧一下吼。所以我想伫遮再次要祝福今仔日咱的动土典礼会当圆满。伫济济贵宾的共同见证之下，因伫咧大好的天气，由市长黄伟哲带领向上天祈求工程平安顺利，同时嘛进行着动土典礼，向前正式开工。期待这2条连外道路的开通，会当带动该地区的观光旅游以及科学产业的发展，互经济会当向上提升。单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蚊卵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飞读 book》台南爱读册。同一期间，主成基金会27号上午举办黄金选结婚牵手愿望活动，会中88对老夫妻伫 Open 奖加统一赛职棒球车串领，再次牵手行红地毯，会有少年时结婚的浪漫。统一慈善基金会所举办的黄金选结婚牵手前爸愿望活动，27号上午伫新光大厦登场。来自台南各区结婚超过58档以上的阿公阿嬷，每一位拢穿了缘投又够美丽，欢喜的行上红毯，意愿少年时无法度穿婚纱结婚的梦想。古早阿捌来到这个所在啦，我囡仔今仔拢有来。我今仔穿安尼就水的哦，足水的。阿公嘛就缘投。无啦。统一慈善基金会表示，这次活动爱感谢各界人士大力赞助帮忙，才会活动顺利进行。嘛，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，将正面的婚姻价值传达出去。这一次的活动有88对，80岁的我们进来的长辈一起参加。
那么参加的人数，依照目前来讲的话，大概目前现场所看的超过1500个人。那年龄最高的是92岁，年纪最小的大概是8个月，所以是老中青少幼5代同堂的一个状况。那么我们觉得说这样的活动非常非常好。那除了说我们本身的一个规划之外，其实我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一个外部的一个赞助厂商，但是目前总共有35个单位来赞助我们这样的活动。那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那我们总是希望说，给我们这些敬爱的老人家们有一个一辈子的回味，同时也将我们一个婚姻生活、家庭生活的重要性，利用这样的机会把它推广出去，传达一个正面的价值。主办单位透过活动的举办，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对着老人族群的关怀，善尽社会企业责任。另外一方面，嘛希望透过集团甲企业相结合的方式，共同唤起大众对着长者照顾问题的重视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为庆祝农历3月23马祖生，土城罗里门圣母庙连续4天举办星光夜跑，为罗里门马来祝寿。另外，今年南科嘛配合现代航太系，规划100台无人飞行机的表演，以高科技的方式为马祖庆祝生日。26号暗时，罗里门圣母庙的庙埕闹热滚滚，现场数千人摕着手机对着天顶一直翕，到底是咧翕啥呢？原来是南科管理局甲现代航太系合作的100台无人机机队，飞上天要透过高科技的方式替罗里门马来暖寿。手机赶快拿出来吼！进来哦，进来哦，来了来了！天顶的光点随着音乐开始变化，包括台湾、寿桃、马祖等具有在地民俗文化风格的图形，互在场观众拢大开眼界。咱南科科技，咱的林局长吼，咱韦成祥吼，伊吼足用心规划，即个已经半年啊，甲遮的技术，咱台湾人啊吼，这是咱台湾人的主题，伊甲遮所有的经费，互咱台湾的主题来家己来发挥啦。这种精神哦，是真正有甲使人钦佩的啊。非常感谢我们主任委员愿意提供这样的场域，提供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的学校老师带着我们的同学一起，其实不止半年了哈，我们大概做了1年多，然后呢，从自己去做一些无人机3D 列印啊，然后程式的撰写。我们现在目前呢，大概有60% 的这个零组件以及相关的程式呢，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南科管理局局长林伟成表示，这全部拢是正港 MIT 台湾制造。伊表示，这次的表演若是成功，明年可能会增加无人机的数量，请大家爱好好期待。看到这个屏东灯会Intel 飞那300架，我们真的很震撼。我们今天飞100架，但是我们会朝200架、300架，然后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程式撰写跟零组件的这个慢慢的国产化呢，让我们的无人机产业因为群飞而整个产业把它带动起来。100台无人机同时起飞，就由供应的变化排列出令人赞叹的图案，尤其是中央的马祖图形出现，大家拢赞叹是马祖显灵。罗里门马的圣诞也因无人机的表演更加添话题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第2届二长杯流行美学比赛27号伫台大学登场，今年总共152组选手报名参加，分组来比赛，不只互选手互相交流比拼，更希望互学生会当顺应市场的需求来发挥专长。第2届二长杯时尚美学设计竞赛今年再度扩大举办，地点选定伫咧台南大学来登场。这届总共吸引了152组的选手来报名参加，内容有分做5个不同款的组别来进行比赛。第2届议长杯，我们这次呢跟以往我们的第1届不一样，就是说我们今年全部都是现场作品。那现场就是说现场的技术，去年我们的作品比较多哈，想说今年就全部都办现场。那我们今年这次呢办的这次现场呢，全部都是高中组、大专组，还有我们社会组。透过主办单位的安排，每一个选手伫咧现场来发挥着家己的实力，展现出上介好的作品，并且伫咧完成以后，嘛进行着作秀的展示，互每一个无同款组别之间会当有互相交流的机会。让他们在技术上有一些增加的成长，让他们作品以后在做推甄
在职场上，他们以后要做就业跟创业了，都比较有帮助哈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我们以后还有第3届了哈。那第2届呢，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次刚上任的郭议长哈，他非常的挺我们这第2届的来办这个我们的议长杯，很有创意的一个活动，然后让我们的同学还有社会人士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很有创意，然后让自己很美，让自己的心情很美，然后让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很美，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，然后很值得去倡导的活动。透过比赛举办，不只会当互相交流，更是会当互学生有提早甲业界接触的机会，互未来就业会当更加顺利，成功伫咧时尚甲美学的领域发挥家己的专长。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迎接5月母亲节以及接续毕业季节的送礼市场，南赛道文创园区26号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，会中以礼物作为奖赏，设计了15组充满台南味的优质商品。南赛图园区经过几冬来用心经营，目前已经是济来台南的观光客热门的打卡景点。这届园区营运中心特别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，现场呈现了15组的新品，全部拢充满了台南的特色，绝对是送礼的好选择。南赛土这个地方在文化局的经营这4年的时间里面，非常的用心。我们相信在这几年的时间，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，相信这个位置都有相当的好评，也是一般的在来到台南这个地方的游客也好，观光客也好，或者是学子来这里求学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在地人也好，都已经会变成是一种生活的记忆文化的地方。那在这里，我们希望它能够一直延续下去，台南的这个生活的创意文化。今天在这里现场所有看到的，都是我们在地台南我们的创意，我们这里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商品。这个地方跟商业的百货公司不一样，因为这里有我们在地的浓厚情感所衍生出来的这些的设计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发表会，把我们这边的商品在未来的这些节日里面能够带出去，不只是看到南赛土园区，也看到台南的创意，看到台南的文化在许多的地方，那可以让大家带走在这里一切的生活回忆。开放至今将近4冬，南赛图一直以来得到国内外游客娱乐。这届推出春夏新商品，拢是每一个领域手工专家设计出来上界优秀的作品，想要让妈妈或者是老师、同学一个充满意义的礼品来遮就对啊。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现在来关心天气变化。明仔是好天有时，这份天气温度27度到36度，落雨记录1成，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，上大阵风8级。感谢收看4月29日中间台南电视新闻，咱再会。